南一间老饼店响应着市政府红旗的计划，推出着在地特有的碰饼。碰饼饼皮拢是红色的，敬献到10个宫庙相关的地点，要让大家看红球，嘛食红红的碰饼。 已经创业150档的台南饼店，为着台南市政府的红球计划，经过饼店第5代传承人何玉涵热女生因的研发，推出府城特有的全红色碰饼，带动一个风潮。今天会发送到台南10个公庙的地点，那也欢迎大家到这10间公庙打卡。饼店的总经理何文仪表示，用饼店内底传统拜拜的商品，包括红圆、红老花，还有招牌碰饼，拢加做红球的造型。大礼拜拢 推出一项会当食的红球，即马开始敬献伫10个宫庙相关的地点，互大家当亲身行入台南这10个所在。任何一样商品一起拍照，那就可以到旧来发换到我们台南400的限量小礼物哦。饼店嘛有翕相送礼活动，到10个宫庙相关地点，也是到饼店含红球、红碰饼、红圆，或者是红老花，经一个来翕相，就会当到饼店来换台南400米仔汤一个，送完为止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